阿海你點揸車㗎？你揸呢個咁嘅垃圾，你贏咗人哋嘅 evolution 啊！你係咪有病啊？冇錯啊！你一見到嘅就係大名鼎鼎嘅30 Lancer Evolution， 簡稱 Evo。除咗拉力賽嘅榮耀，佢仲獲得最強街車嘅頭銜。喺1992年9月，代號為 ECD9A Evo 正式登場，搭載 4G63 嘅渦輪增壓引擎，可以爆發250匹馬力，309牛米扭矩，公路重量比高達 4.8。要知道呢個比當時嘅日產 Skyline GTR 嘅數據仲要好。不過因為研發時間僅1年，Evo 嘅適配性並沒有達到最好，所以喺拉力賽上都冇取得咩亮眼嘅成績。於是經過2年時間嘅改良，添加咗機械嘅 LSD 等，就誕生咗第2代嘅 Evo。喺瑞典分站賽上獲得2次冠軍，同埋95年嘅 PWRC 冠軍。從此喺拉力賽上嶄露頭角。到咗 Evo 3，大開口以及粗獷嘅包圍、誇張嘅尾翼、動力嘅提升、天時點火技術嘅運用，使得佢喺1996年獲得5場 WRC 分站賽冠軍，亦都讓 Evo 嘅駕駛者馬基寧以123積分獲得車手嘅總冠軍。再嚟，僅次於 WRC 嘅 PWRC 系列，稱霸咗2屆前3名嘅位置，足以證明 Evo 3嘅強大。之後喺各大影視、動漫、遊戲等都可以見到佢嘅身影，而 Evo 最強街車嘅頭銜亦都從呢一代開始慢慢展現出嚟。第4代 Evo 捨棄咗傳統嘅 LSD， 改用咗全新嘅 AYC， 讓 Evo 可以更高速度過彎，仲有引擎方向位置嘅改動，解決咗深踩油門引擎跳動嘅問題，馬力亦都上升到280匹，操控性同加速性更好，加上馬基寧嘅操刀，再次奪得咗 WRC 97、98年嘅賽季冠軍。再跟住後來嘅 Evo 5改善咗 AYC 引擎、剎車系統等 ，Evo 6大幅提升空氣動力學同冷卻系統等，呢啲細節上嘅改動，令 Evo 成為當時拉力賽嘅天花板存在，繼續過5關斬6將啊，並讓馬基寧成為 WRC 歷史上第1名連續奪得4年冠軍嘅車手。雖然之後 Evo 嘅進化仍在繼續，不過隨住01年車手馬基寧嘅轉隊，就讓 Evo 從此與 WRC 冠軍舞台正式道別，並喺05年退出咗拉力賽最高殿堂 WRC。Evolution 炸裂嘅放炮聲，唔講道理嘅加速同漂移過彎，又或者係網上各種暴力嘅改裝，都係呢台車嘅魅力所在。遺憾嘅係 Evo 最終都係隨住時代嘅變遷走向盡頭。